台南头一座以军事做主题的精中公园特色游戏场呢，吸引真侪人来遮体验。所以因为停车的空间无够，引起民众埋怨。这交通局也讲会赶紧来改善。另外，伫北区的大河公园，也有家长提出到这安全性，也佫有无杂音的所在。公所也讲会赶紧来增加相关的设备。 主题游戏场内面有创关区，今仔增加花头戏面，但是政府开1500万，替东区打造全市头一个军事主题的精中公园特色游戏场，请真侪亲子来体验。不过因为公园附近有百货公司甲建案，停车位本正都无够，家长带囡仔来，反映无车位停，无人位停点公园边，互人检举，民用五毛通设挂停车空间。市府利益良善，去设置很多的这个特色游戏空间，但是也要去整体的规划。 附近的这个停车的空间及状况，交通局会在后甲一路的路侧空间先来会设机车停车格。那后续的话，本周三预计也会由副市长来率领相关单位来全面检视停车问题的。目前全台南拢总56座特色公园，市府近来开放北区的大河公园特色游戏场，以客轿做造型。平常日嘛有真侪亲子家庭来遮耍，家长是欢迎这个公园杂音的所在上少，日头大会伤黑，囡仔耍袂久。佮有家长是质疑厝流廊下面铺的是细粒石啊，惊互囡仔跌倒刺伤，因建议市府做通盘改善。 可能还要铺一些安全的措施啊，不然像小孩子如果真的有掉下来还是怎样，那就真的另当别论。旁边的措施就要比较完善一点。小朋友溜滑梯的话，太阳底下真的是蛮烫的，之后活动范围就很小。其实这个不是叫碎石子啊，我们用的是砾石，它是圆角，它并没有锐角，并不会割伤小朋友。它在维护上很方便。那第二个呢？ 所以它在那个安全防冲的耐性，相较地电还要好，甚至好上2倍以上啦。北区公所回应大河公园游戏场伫设计进程，不邀请家长甲囡仔做伙参与工作坊，嘛带队去高雄屏东观摩。针对夜晚的部分，区都强调按生活底进程会加设好势，嘛加会设相关的警示标志，互囡仔有安全欢喜的佚佗环境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